危疾保障，你準備好未？宏利守護無間危疾保系列，總賠償高達1000%，今日同你逐一拆解。宏利守護無間危疾保系列，由宏利保險承保，保障至100歲，提供10年、20年、25年保費繳付期，保單貨幣可選港元或美元，適合15至65歲人士投保。計劃涵蓋多達121種疾病，包括60種嚴重危疾、44種早期危疾同17種兒童疾病。嚴重危疾好似癌症、心臟病、中風都有保障，甚至連自閉症呢類兒童疾病都涵蓋在內。計劃最大賣點係高達名義金額1000%嘅總賠償。首次嚴重危疾賠償後，針對癌症、心臟病、中風、認知障礙同帕金遜病，繼續提供額外最多8次賠償，每次100%，保障至85歲。針對癌症，計劃提供3種靈活賠償方案，包括每3年可再索償嘅癌症持續守護保障，每月5%嘅持續癌症現金保障，同埋市場首創嘅末期癌症靈活選，切合唔同治療需要。市場首創嘅末期癌症靈活選，確診第3期或第4期癌症，可額外獲得75%或100%名義金額賠償，無需等候期。確診後1年內可選擇啟動，一筆過拎到額外賠償。持續癌症現金保障選項，在獲得癌症賠償1年後，如果仍患有癌症並正接受治療，可選擇每月獲發名義金額5%嘅現金，最長達100個月，總共500%，提供長期財務支援。計劃仲有深切治療保障，即使因未來未知嘅疾病或受傷入住 ICU， 都可以獲得賠償。連續入住3日或以上，賠償20%；連續5日或以上並使用侵入性維生支持，賠償100%。真正係未知風險都保。生活守護保障為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嘅傷殘提供支援。若首次嚴重危疾診斷後，連續180日無法自行進行6項日常生活活動中嘅其中2項，可額外獲得100%賠償，保障至65歲。守護無間危疾保幼保未來版，專為準父母設計。懷孕第22週或以上即可投保。若不幸流產或終止懷孕，可獲已繳保費105%嘅恩恤賠償。嬰兒出生後即刻有保障，真正從生命起點開始守護。基本計劃提供首10年額外50%嚴重危疾賠償嘅升級保障，加強早期嘅保障力度。另外仲可以選擇通脹加保權益，連續10年每年自動遞增5%，對抗通脹。保費於整個繳付期內保證不變，唔會因為年齡增長而加價。獲得嚴重危疾賠償後，更會豁免基本計劃所有未來保費，同時保障繼續生效，令你安心休養。計劃具儲蓄成分，提供保證現金價值同非保證中期紅利。保單持有人可於特定週年日行使中期紅利鎖定權益，最多鎖定50%，可選擇即存生息或提取。年滿18歲嘅受保人可以免費加入 Manulife MOV 健康獎賞計劃，每日行夠5000、7000或1萬步，
下一年續保可獲高達10%保費折扣，鼓勵大家保持健康生活。對比市場上同類危疾保險，宏利守護無間嘅1000總賠償係市場頂尖水平，特別係癌症保障提供3種靈活方案。市場首創嘅末期癌症靈活選同100個月癌症現金保障都好有優勢，保費保證不變，加上紅利鎖定，適合追求全面保障嘅用家。注意幾點：第一，癌症復發索償需相隔3年等候期，心臟病或中風合共最多額外賠償2次。第二，各項持續守護保障至85歲為止，並非終身保障。投保前要了解清楚條款細節。第三，中期紅利係非保證利益，金額可升可跌。第四，通脹加保權益唔適用於保未來版本，買之前一定要細閱條款，了解清楚保障範圍同限制。呢份計劃最適合追求全面危疾保障嘅人士，特別係關注癌症保障，想由懷孕開始為子女規劃保障嘅家庭。你嘅未來由今日開始守護。想了解更多，上 worldinews.com 瀏覽詳情。歡迎訂閱本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